这几年来有不少艺人明星成为新手爸妈，也因此今年过年期间都在网络上晒儿女的照片。像是郭富城的2岁女儿被妈妈捕捉到跳舞的时刻，似乎遗传到爸爸舞蹈细胞，手舞足蹈模样相当讨喜。跟随音乐，2只小手不停转啊转的，双脚还跟着节拍原地踏步。郭富城和方圆的2岁女儿 Chantel 似乎遗传到老爸的舞蹈细胞，听到音乐就会手舞足蹈的跳舞。今年就要成为姐姐 Chantel 会有弟弟还是妹妹？郭富城不愿公开性别。艺人郭富城，男跟女对我来说都是喜欢的，都是自己的孩子。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没有一定要强求生男的，希望多一点家庭成员就可以了。目前方圆怀孕6个月，预产期大约5到6月之间。肚子明显变大了，不过4肢依旧纤细。同样也是听到音乐就随之起舞的，还有 Ella 的儿子靖宝。听到百货公司放音乐，靖宝原本是前后摇摆身体，后来变得更兴奋，头也会跟着音乐点啊点，还踉跄差点跌倒。Ella 上传影片后，不忘为自己主演的电影《大三元》催票宣传。5月天玛莎也在过年期间晒出儿子陆克的照片。玛莎的老婆 Becky 放上一张儿子陆克的侧面照，戴着企鹅造型的帽子，相当可爱。眼尖歌迷发现陆克遗传到爸爸玛莎的鼻子 ，Becky 还相当应景的用拍照软体让儿子陆克化身成超可爱的财神爷。周杰伦的女儿小周周则是模仿起自己老爸，低着头戴帽子，装酷耍帅。过年期间，天王天后轮番晒出儿女照片，超萌模样添喜气。